大亮点就是裸视3D 沉浸式体验、AR 扩增实境以及那个 AI 沉浸式体验，还有3D 的地贴，这些都是着重在视觉的效果。我们希望让大家来玩的时候能够因为这些视觉的特效，然后会想要做拍照，然后或者录影，然后再上传到个人的社群媒体，来达到一个扩散的一个效果。这个科艺之旅当中，我们设计了很多首次在台南出现的裸视3D 的这个视觉效果。除了用昆山这个地名去延伸出这个大禹的祝福这一个主秀之外，另外我们还运用了台南的这400年来著名的一些古迹，做成一个古迹的列车，然后带大家遨游这400年。还有大家最怀旧的，就是比如说台南小时候大家在玩的童玩，比如说这些打弹珠啊、俄罗斯方块啊、铃鼓啊、小鸭啊，我们把这些玩具跟童玩融合在我们的裸视3D 里面。在我们的沉浸式体验里面，我们除了回顾400年来的这些古迹之外，我们还让大家看到了从以前到现在的台南这些年来的这些演变，然后所以变成说我们利用一个时间跟空间的维度，从400年前的台南一路回顾到未来的台南，我们发出一个讯号，告诉大家说未来的台南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然后结合了比如说跟台南有关系的这些音乐人，然后这些文化古迹的内容、自然的场景，融合在这次的科艺之旅当中呢，希望大家更认识这400年来台南的变化。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看到我们台南跨世纪科艺400科艺之旅哈，那充分显现了这个我们用一些科技可以从我们过去回溯过去，一直到看到现在，一直到展望未来。那尤其是对自己的名字来做藏头诗，我相信很多市民，我觉得一定会觉得很新鲜。好，那用自己的图像来经过生成式 AI 来做成这个古代的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戏剧人物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那所以说欢迎各位好朋友福老西大的带小的亲子，不管是到和乐公园或者来这边观赏我们一些跨世纪的这个科艺之旅，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好。那我相信在展期期间一定能够让很多市民朋友留下深刻印象。那不管是在哪一个在货柜屋，或者在这个裸视3D 每个小时表演4次，这些都是会让人很开心、很惊艳的。欢迎大家来到和乐广场观赏我们跨世纪科艺400之旅。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柯万金，欢迎收看1月13号礼拜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配合台湾灯会，市府规划局办理伴手礼评选活动，经过5个月选拔，选出30件指定伴手礼。13号伫市府举办颁奖典礼。2024台湾灯会伴手礼精选，经过书面审查、设计审查到最后实务审查以及网络人气票选，最后选出30件灯会指定伴手礼。看到现场各项摆设产品，有茶叶、小食、毛生活用品、文创商品等，不管是为外包装，也者是内容物，每一件拢是上之选。市长委托也亲自来颁奖，给每一间入选店家。接着是我们的新富民茶叶有限公司奖励台南伴手礼，哇，里头内容是包含我们熟成转运的老乌龙茶，用挂式茶包来呈现，搭配我们的文化手工推塔。伴手礼方面，我们也经过台南严选，从150多件，后来缩减成为100件，后来缩减成50件，到最后决选出现了
30件最优质的2024台湾灯会台南伴手礼。那在这个伴手里面，有许多都具有台南元素，而且有许多历史意义，包括历史悠久的一些糖啦、一些等等，也有最新的这个曾经在许多的电视剧里面露出的这个好的这些制品。那我想说，在这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湾灯会之外呢，我们也是来看看台南的伴手礼。这个伴手礼的甄选非常严谨，而且中间都非常具有代表性。但是我想每个人来台南买这些伴手礼之后呢，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民众若是想要采购这包装精美、品质优良的伴手礼，伫2月23到3月10号，伫台湾灯会高铁展柜现场就会当买到，而且还有灯会专属限量优惠。台南市经发局欢迎各人朋友伫欣赏灯会后，嘛会当到灯会指定伴手礼专区来采购。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大学学测结束，上新的2024企业上爱大学生调查结果，成功大学又搁得到第1名。副校长李俊章表示，现在10年来拢坚持用务实的态度来培养人才，也积极甲产业合作，才会使成为企业的上爱。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关键场所。今年受企业上爱的学生，根据杂志 Cheers 调查结果，再度由成功大学摕下第1。校风过去事实上是比较朴实、踏实、认真，但是在跨域跟创新，在这20年来，事实上也推动的相当的好。新大学生伫高科技制造、传统制造等产业，拢受到企业主的喜爱。成功大学长期培养大量的理工人才，甲侪间科技大厂合作成立研究中心，让学生伫学校就有实务能力。那这个共同研究中心就是大企业可以把他的需求提出来，有专长的老师，那产创总中心就会去媒合，甚至我们还有企业捐助建立的学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他可以培养这些学生，或者是他的干部，更上一层楼。调查当中，企业建议大学生培养的能力，要以解决问题为主，沟通表达、团队合作也真重要。更包含自我学习，在无确定性的工作环境之下，会当堪人合作，不但提升家己的新鲜力，伫企业也将有较侪舞台。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2024台湾灯会里台南，安南区公所发表安南旧江湾旅游攻略，有旅游达人规划4大旅游行程，甲90间一定爱食的美食。市长黄伟哲也为安南美食挂保证。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颁发优质在地美食店家认证立牌，为安南区的美食景点挂保证。安南区公所邀集网红规划在地4大旅游路线，含超过50间好食的店家，要邀请民众伫台湾灯会期间佚佗的同时，也卖袂记节来安南区。我们今年推出安南就这样玩，安南就这样吃，来让许多的观光客也好，或者是这个我们在地的市民，你可能不知道，安南有一些地方事实上是有荣登米其林入选，或者是米其林必比登的哦。台南是庙宇之都，安南区内就有200多间庙宇，每一间庙宇拢有不同的特色，也会无定期推出活动，来一撮庙宇小旅行，就会当了解台南的信仰文化。我们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高空烟火跟迎春鸟活动就即将开始。那另外，在鹿耳门天后宫也有所谓文化祭的活动等等。那另外呢，我们的四草大众庙周围的绿色隧道是国际有名的哦。我们都希望借由这些活动，能够迎来大量的观光客。安南区公所伫春节进前发表安南区旅游路线，今夏推荐旅游景点和庙宇的庆典活动，配合安南美食，要互来台南佚佗的民众行村行程更加丰富。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由立委陈廷飞甲蔡旺全联合服务处共同办理寒冬送暖活动。蔡旺全表示，虽然目前无任何的公职，不过对介绍日后的爱心永远无变。
现场更邀请清风画会来写春联，免费发给民众。这2天当日寒流，虽然天气有淡薄仔寒冷，不过为伫咧东区立委陈廷辉甲创全的联合服务处，却充满温暖甲爱心。对创全担任第一届议员到现在，虽然目前无任何的功绩，不过19年来，却持续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除了关怀东区1、2、3款低收入户，创全嘛感谢整个团队，有钱的出钱，有力出力，让整个社会充满爱心甲温暖。从我当选议员第1届开始办到现在哦，即便我现在没有公职身份，但是我们是义务的奉献回馈基层哦。这个友善跟爱心不能改变我们的初衷，所以呢，我们跟整个团队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一样继续的持续。那么今年已经第19年了哈，那这个也是非常感谢各界大家的帮忙。那尤其是在这寒冬哈，尤其是这2天非常的冷哈，这听说台湾又我们的北部又下雪了。那在这个寒冬的时候，特别给大家很多的温暖哈，尤其是这个温暖是持续19年的温暖，让大家非常的感动。那么我们也真的是很感谢说这个城市是一个有温度的城市，大家都非常的一个有爱心。那而且在平常我们也很多的基层的民众也一直都可以感谢我们啊。今年像很早就在问说今年有没有那个寒冬社暖有没有写春联啊？说有，今年7、8位老师我们清风书道协会赖清美理事长率领的好几位书法老师现场挥毫那个量身定做哈，都可以来现场我们福处这边呢来写你们要的诗句或者是春联哈，都可以给大家过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年冬。伫个发散物资的现场，当时嘛邀请清风书道学会书法家伫个现场来写春联。今年响应公益的，还佫有同情儿童关怀协会、信温关怀协会以及立新基金会等。现场嘛有不少的善心人士、里长、甲民间的企业、宣华工业、公权企业等赞助，让整个活动充满温馨的年节气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市西区扶轮社颁证清寒奖学金，19年来毋捌停过。23号上午，立议会甲教育局代表见证之下，由扶轮社颁证奖学金，予立林国小甲实境国小，拢总有38位儿童受到帮助。台南市西区扶轮社上午伫个社长吕连军甲新社长董选人林广燕的带领，现场出席的还有几位前社长甲顾问等。透过台南市议会议长曲丽丽的牵线，每年颁发清寒奖助学金，予辖区内的立林国小甲协进国小，15冬来毋捌中断。积极扶轮社发放奖助学金，来鼓励协同能克服逆境向上提升的这项善举。我觉得去年也有这个时间也有来，那从2009到现在已经15年了，这些年来教会无数的协同，那也为社会带来一股正能量。我们今天做了这些的很多善与爱的传承，希望我们这些同学也可以把这个善与爱传承下来，发扬光大。那现在快要过年了，祝各位新年快乐、平安、顺利，谢谢。现场出席的除了西区扶轮社，另外还有立林国小的校长、甲协进国小的主任等。立教育局副局长吴国民嘛代表市长前来致意，并且颁发感谢状。很难得，15年了，持续15年西区扶轮社都一直在地方默默的贡献。提供给2位学校一些贫困孩童的一些奖助学金。我们希望所有领奖的孩子们都能够汲取，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那今天接到善心人士的帮忙，等到以后我们长大到社会有成就以后，我们也不要忘记回馈这个社会。西区扶轮社社友每一位来自各行各业，而且拢是经营事业有成，对2009年颁发清寒奖助学金。收费的学童不计基数，今年总共有38位学生获颁奖助学金，每人3000块。上午无出席的学生嘛，将由校长甲主任早会转交，
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存在将要到中华吕楚阳祖师德化协会，甲欧网右昌宫共同发起关怀偏乡山区长辈活动，结合区公所甲志工，做伙前往偏乡陪伴老大人。偏乡地区少年人普遍伫外工课，老化人口占比渐渐增悬，这种情形伫山区更是明显。伫遮嘛有袂少中低收入的独居长辈，正需要社会温情关怀。为何独居长辈会当感受到温暖，而且会当安心过好年？中华吕春阳祖师道化协会甲欧昂由长江管理委员会特别发起关怀活动，出动80人义工，每一天兵分3路，分别由理事长蔡明珍、主县长蔡佳宁以及自由经主委汪玉红带队前往访视丧母猪关怀。中华吕纯阳祖师道法协会，我们在1月20号、21号2天，与欧汪右昌宫管理委员会共同举办岁末送暖、爱心守护过好年、关怀独居长辈活动。那我们在这一次呢，我们集结了工会的力量，总共有80位义工呢，来自全省各地，然后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我们本次针对的是台南市山区，主要是做后壁、六甲、大内、南西、东山，总共5个区域。那主要是山区，那也是有80位独居长辈。我们将社会大众的爱心物资亲手送到他们的手上，同时呢，我们也不是送快递送到之后就走了，不是。那我们还要陪长辈聊天，因为长辈平时呢实在是太过寂寞了。那我们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会了解到是不是真正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关怀他们。道化协会创办人蔡明汉表示，协会成立2年多来，虽然人力有限，但透过信徒，社会大众募集众人善心，为独居长辈送上温暖甲祝福，也希望透过寒冬送暖的义举，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借此唤起大众对弱势族群的关怀。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高雄左营一间肉干老店，1月底就要收起来，原因是因为卡手无够。消息出来，订单就满，因为肉干拢是用现场用火炭来烘的，民众必须要提早来店内领号买牌。不过，敢买得到，还是要靠运气。一听到肉干店1月底要结束营业，很多人纷纷来店里要买肉干，结果我已经打了3天电话了，都没有办法接到。我要买25份。他现在这样一说，我要几点来？我要排几天？天天来吧，他大概。因为这家店卖的肉干都是现场用炭火烤制，这几天就涌进大批订单。早上现烤的肉干都要应付订单的量，有多的才开放现场领号码牌限量购买，卖完了只得明天请早，所以很多人都扑了个空。对啊，扑空啊，那怎么办？没关系，明天再来看看。肉够厚，然后烤得很香。而且很新鲜，基本上他们家制作手法可能跟别人都比较不一样啦，比较有一些炭烤的味道，跟那个电加热的不一样，香味真的就会不一样。我会去寻找以前的味道，可是吃起来味道就跑掉了，我就会觉得很可惜，然后我就会宁愿不想吃。对吧？宁愿把那个味道记在脑子里。你如果说用机器的话，就失去那个味道了吧？对，失去那炭烤的味道，就失去原有的味道了，就跟一般没有什么不一样了。左营这家40多年的肉干老店要收掉了，是因为人力不足，老板想休息、享清福，才决定不做了。当地里长也觉得很可惜。忽然间听到说他们要歇业，所有的客人还有我很多朋友都觉得非常错愕，说这么好生意的，为什么不要做？是因为工人，现在工人很不好请。不过，左营大路上还有很多有名的老店，传了2、3代还继续经营。像是这家馄饨店，从菜市场的摊位卖到店面，从阿嬷传给媳妇儿，再传给孙子，口味都没有变，客人都说好吃。就有吃很多年的了，还不错，还不错。很久了，嘿，对他们这一家算是老店，他们这一家的馄饨特别好吃。台湾左营第2公有市场，日本时代上老个人，即摆人讲的都早市早期，
菜市阿嬷就伫遐经营较紧。嘿，有朋友啦，讲价，就爱继续来做。这阿嬷的技术，你无来做吼，会多无人做。馄饨除了现包、现煮、现吃之外，他们还有冷冻包装，里面还加了榨菜等配料，方便保存食用，也是左营很好的伴手礼。因新妇搁在经营一种新的口味，来加这营养吼。偏食甲营养，搁加卵，所以食会饱，去兼会食卡安尼。若要买顿的人，就是这个包装安尼，菜市阿嬷。这个人家都会买去送给亲朋好友啦。少子化，人力不好请，子女又不愿意接，导致老店经营不下去。上一代辛苦打拼练出的好手艺，却无法传承，变成百年商店，成为时代眼泪。以前到阿嬷的手，到现在已经60几年了，儿子传下去，不知道要传几年，我也不知道。记者王仲凯、赖昌邦高雄报道。有120年历史的家人灯塔，这个月正式开放。这届佮结合 AI 互动体验，互民众会使得到完整的旅游资讯，成为全台第22座开放参观的灯塔。白色圆柱的基隆灯塔搭配一窗一门造型，站在景观平台欣赏海天一色美景。基隆港整个都尽收眼底，求子山，还可以去那边求子山灯塔，就是眼前的海景美不胜收，仿佛让人以为来到希腊国度，但其实这里不是国外，而是基隆灯塔终于在10号开放参观。113年1月10号开始正式对外开放，之前有一阵子都处于整修之中，之前开放只有到外面的景观平台，现在园区内也正式对外开放。全白色的基隆灯塔才开放，每天吸引游客前来参观欣赏海景。虽然主灯塔的室内空间狭小，不开放民众参观，但一旁登山步道走一遭、白米瓮炮台、灯塔文物馆、求子山灯塔等景点一次收。我们下令的时间的话是4月1号开始到10月31号，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那目前为止是冬令时间，所以从11月1号早上9点，然后到3月31号是下午5点，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的时间。这风景很漂亮啊，然后又可以看到那个什么基隆屿，基隆屿很开阔啊，对啊。之前这边都关闭，不能进去啊。然后拍灯塔的话，你在外面拍了只有开一半，现在可以拍全部啦。基隆灯塔正式开放参观，成了全台第22座开放参观的灯塔。登上基隆塔，除了可以饱览基隆港往来船只的景色，民众不妨走一遭，欣赏这超过120年的历史建筑。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您收看1月23号中港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万金，咱再会。